怎样啊你？啊，你注意你的态度好不好？怎样？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下车？你18还我啊！你要不要下车嘛？不下去18还我。你不下去哦，你去跟他们客运公司反映啊，你跟他讲。民事纠纷问题你自己去跟他公司协调啊。对啊，人家现在已经跟你劝导过了啊。人家不是没跟你讲过，人家是跟你讲过，你还是不带呢。哎呀，你先下车啦！我那边还有一间公车站，你再去。公车站牌就在后面而已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但是他没有一直戴口罩，我们真的没办法。资料等一下先留一下。他只有口罩，没口罩。还有口罩没戴啊。好了，你先下来啦。18给我。18给你干嘛啦？我要讲几次，民事的部分你自己去跟他公司谈。哦，你跟我们讲没有用。他还我。哦，司机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退你钱啊。他拒载，那就还我啊。人家是依法行政，你跟他讲这么多干嘛？怎样啊你？啊，你注意你的态度好不好？怎样？啊。小姐，你要不要下车？你18还我啊！你要不要下车嘛？不下去18还我。你不下去哦。18还我。人家没有要还你，人家因为。那他拒载，不要还我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有问题，你可以去跟客运公司反映啊。他现在他现在没有办法还你，他是代表客运公司出来载客人。他只是载客，不是来收钱的。